师父今天利用早上给各位介绍这一章墨宝，这也是法照大师讲的。昨天师父有讲他的经历，对不对？今天不再重复了，我就报告他讲的内容。他说：“12忤逆至于人呢，12身体去做坏，嘴巴说坏，意念去想坏。”这个12业的身口意去换了这个12业，忤逆杀父杀母啊，杀阿罗汉，出佛身邪，甚至于破和合僧团，这个罪不是只有18层地狱耶，它会到金刚地狱啊！你永远没办法超生啊！你想要跳脱，很困难，很困难，很困难，罪大滔天啊！就12忤逆至于人，这个愚就是笨笨的、呆呆的、懵懂无知，已经到顶点了，就是智。这种愚痴的人，永劫沉沦在6层，永永远远。这个劫没办法用电脑打出来的数字啊，太长久的时间，这个劫已经很可怕了。他再加一个日，永呢，永远永远，长长久久，绵延不断的，再沉沦，他一直堕落，一直受苦，一直折磨。所以，如一旦到了地狱啊，人会万死万生了。到那里面呢，一个人一天死1万次，又活1万次，死1万次，又活1万次，看看多痛苦，多折磨。他分秒都想要跳脱，赶快逃离啊！但是他没有办法，因为业障太重了。最近你看，在台湾发生了一个案件，有的小孩啊，为了要妈妈的钱，他要买毒啊，结果把妈妈给杀了。你看呢，多么逆天而行啊！这一种人在社会啊，天地都不能饶恕他。这种罪业在地狱啊、恶鬼道啊、畜生道啊，一直在那边滚啊，翻来覆去的。一念称得弥陀号，虽然是这么一个凶恶的人，是一个极端造罪造业的人，但是一念称得弥陀号，只要你好好的念阿弥陀佛，为什么？知道我这种罪业已经是灌满了，前身都是罪啊，前身都是业障啊！你看我无量无边的罪业，我要靠我自己，要等到何时何日了，没有办法。但是如果你称得弥陀号，知道说阿弥陀佛要救度我，虽然我是一个罪恶的凡夫，阿弥陀佛不嫌弃你，也一样的救度你。那你赶紧用感恩的心来称念阿弥陀佛的名号，你一称念，自彼还同法性身了。你称这个名号之后，你就能够到西方，自彼就到了西方，还同仍然会回到你法性身。佛有法身，有应身，有报身。那法身呢，是无所不在，在天地之间会千变万化，会千百亿化身去广度一切众生，这个叫做佛身。你如果到了西方极乐世界，你就会回到像跟佛的本身一样，佛的那种境界一样，佛的智慧一样，佛的神通一样，佛的福德一样，他的寿命完全一样。所以到那西方不会老，不会生病，不会死，而且智慧满满，神通广大，能够到各地去广度众生。所以我们这一辈子最重要，为什么要念佛？知道佛不嫌弃我们这一种造罪造业的凡夫众生，他一个都不给你落掉，不放弃你。只要你肯念一句佛号，我一定救度你，我让你依靠，我让你安心，给你希望。所以佛这么慈悲的对待众生，我们今天呢，好不容易啊，我们已经踏进了佛门了，我们了解这个重要性。原来佛大愿大力啊，不舍弃任何一个罪恶的凡夫众生。虽然你的罪业这么深这么重，但是我不嫌弃你，照样救度你。所以这是我们这种造罪的凡夫唯一的希望。我们要跳脱6道轮回，离开生死苦海，唯独赶紧念佛。到了西方以后，我们就会回到跟阿弥陀佛的法身完全一样，佛性就显露出来，你就成就佛道了，功德圆满了。哎呀，太欢喜了！所以这一章啊很重要。法照大师他不是普通的大师啊，是文殊菩萨跟普贤菩萨正是受记的，未来不久绝对可以成佛的。你想想看，能够经过2尊大菩萨的受记，我们就了解到法照大师太伟大了。他将他所学佛的心得，透过这几句话来提醒我们，点化我们。我们很感恩他。今天借用这一章来给大家简单报告。阿弥陀佛。